检方侦办基隆罢免议员连署造假案件，基隆市民政处长承认违反告知法函伪造文书，协助国民党罢免连署。台北市楼连母姊妹虐待凯凯案件大至今环口警全部承认罪行，由医生认为凯凯在生进前受人性虐待。台湾敢要参考日本的经验，开放民众伫咧药局买术后的避孕药，由药师监督食药啊，3礼拜后真数就医，目前也佫需要讨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基隆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议员涉嫌伪造文书案，其中呢，这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昨是裁定40万交保，伊也承认讲违反着告知法函协助这伪造文书，协助国民党罢免连署。在今仔日，张延祥是请示核准。民进党也质疑讲，这背后有高层伫遐操作。啊，那这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强调，家己对法律是真清楚的。全台大罢免脱销，那也以罢制罢要罢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陈文典甲张志豪，所家己涉嫌伪造文书案，检方侦办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亲像非法利用行政系统告知协助罢免议员的连署，另也质疑有更较高层的主管涉及在内。在谢国良市长主政之下，为台湾的地方制度史、民主政治的发展画下最黑暗的一页。你完全不知情，那你就是昏庸；如果你知情而不制止，那你就是共犯。对于一些刑法的构成要件，我是相当清楚而且谨慎。伪造文书罪虽然是5年以下，但是公务人员有可能会有1/2的加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小觑。张延祥因为先前违反告知法甲伪造文书，离告报名啊，方裁定以40万交保，3十下请示核准。只是随着调查因为罢免对立严重，加上南北4日的开导活动，兼着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中常会阁一次表示台湾民主自由的可贵。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醒执政党爱重视台湾经济的大风暴。台湾在绝大多数的国际评比都是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黑的讲久了不会变成白的，但是仍然有可能会因此混淆视听。执政党有责任把事实、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放国人一马吧。我们大家坐下来，朝野共同来面对所有国内国际的挑战，关税战、汇率战、美债的议题，我们愿意坐下来跟总统来共商国事。朱立伦表示，6月恐惊会面临美债危机，同款为应应国际经贸局势。赖清德呼吁调查支持行政院4100亿特别条例，那支持出口产业也稳定民生物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凯凯案件，讲到这台北姓刘这对姐妹啊共做林母，涉嫌把这个凯这个囡仔苦毒到死。台北地方法院在今仔日继续开庭审理，大致来环口警针对这起诉罪名，伊是全部认罪。伫咧法庭顶头也当面回释咧，不过也是唔承认一寡虐待行为。另外有医生以鉴定人的身份来出庭，认定呢这凯在生进前遭受到精神上的凌迟，而且要防性虐待情形。警备车开到位，民众是大声骂。台北地院搁再开庭，审理4楼共告囡仔的姊妹啊，涉嫌甲10甫囡仔凯虐待死的案件。现在突然承认了，就是因为有专业的出来打脸他了啊！不用问，这就是鳄鱼的眼泪。对于他自己的行为是有后悔啦，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能轻判他。被告这个老蔡宣甲前几天口径拢还口径，得到起诉罪名是全部认罪，承认讲有伤害、无该照顾、无饲囡仔食物件，造成营养不良。讲我是毋是虐待致死，更加伊都哭出来，讲家己本来真介意开，尾也是失去耐心，造成遗憾的代志。当场有讲一声失礼，不过议员讲无甲拍，无甲讲头拍面。这个法问30出现伫法院的要台大病院精神科医师柯岩南将做鉴定人出庭，因为凯在死前受到精神的虐待，得到抑郁症，怀疑有防性虐待。觉得凯是被虐的吗？
凯凯敢若受到升级台，早伫前一天开庭，上款是鉴定人的医师如立，就这是相关的推判，检察院判凯凯规身躯42个伤势拢是受击台造成的。伤势里面，我们看到大概是对数一数二的。对，虽然心里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不舍跟同情的部分但是还是不影响我们专业的判断。此案引起社会真大的注意，这个加害者的法服辩护律师也因此受到部分网友批评。全律会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去尊重全体律师他所正当执行职务的这个权限。全国律师联合会甲台北律师公会真罕的发声明回应，呼吁各界爱尊重律师履行专业的职责。记者综合报道。通北地境早起发生真严重的车祸，造成一个人死亡，3人受伤。一个67岁姓陈的查甫人，疑驶轿车车顶有载人，出来失去控制，撞向人行道，害2名过路人当场是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了后呢，这姓陈的查甫民众有恢复心跳，那姓陈查甫人就无法好运啊，是落尾救不回来。刚失去迄条车祸迄个时阵，一台银色的轿车对外面的正边撞出来，加速启动人行道，造成严重的车祸。伫30早起10点44分，塘市北地区的兴丰路和中山路口，人行道顶悬有2个过路人等要过车道，一台汽车唔知影什么原因失控偏离车道，规个弄起咧人行道，因为车速伤急，2个人未负反应，轰弄甲真大力，当场都无喘气、无心跳。听到嘣一声很大声，然后我们就赶快到现场看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车上的人已经昏迷了，然后被撞的人也整地都是血，很恐怖。警察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到现场，将2个过路人脱困，连受伤的驾驶乘客拢送病院抢救。现场咱看到汽车车头是拢甲规个猫落去，4个拢密密麻麻。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是67岁姓陈的查甫人，伫副驾驶座的是71岁姓周的查某乘客。另外，轰动的这2个过路人，内面48岁姓陈的查甫人，伫经过抢救了后，恢复呼吸和心跳，但是另外一个轰动的58岁姓陈的查甫人，急救了后嘛是不治。那这位男性的驾驶呢，伤势现在是相对是比较严重，因为他有小量的脑出血，那有胸腔内出血，那还有肢体的多处骨折。那另外还发现说他有来医诊的时候，就到急诊时发现他有发高烧的情形。陈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冲撞八德区公所围墙，现场造成驾驶陈男、乘客赵女及围墙旁行人戴男、陈女等4人受伤。这个车祸是造成1死3伤，警方初步排除姓陈的查甫人有驾酒赛车的可能性，疑方是无排除有可能身体无啥爽快，专案阁需要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5月7日劳动节啦，这民众党团早起就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这台湾的工作时间真长，薪水真低，情形拢无改善。台湾劳工的平均工时是世界排第6，亚洲排第2的。那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下晡也调一条野党团协商这纪念日和节日施行条例草案，也因为无共识，关键条文全数保留，送院长协商。不饶权。外口号表达诉求，5一劳动节就要来啊！民众党团早起是会同工会团体召开记者会，台湾专科护理师产业工会是正叮当提出呼吁，希望较紧加3班后备变入法，守护医疗体系上尾的防线。每个月我们都在看到我们的单位及医疗现场都有许多伙伴离开我们，我们呼吁政府立即行动，推动3班互并比入法。民众党团批评讲，台湾关工时、加工资的状况拢无改善。台湾劳工一天平均工时，2024年已经来到2030.4点钟，是全球第6名，亚洲第2名。几十个工会和 NGO 团体发起的联名组织5.1行动联名，5月7日会伫凯道办反霸凌、爱保障大游行。劳团今年是提出反霸凌、降低工时、限额7天假等7大诉求。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在治安法的修法上面，其实放入了这个霸凌防治的专章，
那就是希望去回应，其实这段时间社会对于霸凌议题的期待。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下晡嘛调集调野党团协商纪念日和节日实施条例草案。不过针对应该甲对一寡日期定做纪念日和节日，另外敢有应该放假等等，调野立委拢无达成共识。我们要加入一个12月18号的国际移民日，表达对多元文化的一个尊重。你在放假的天数上面你有意见那就算了，但在其他技术性的条文上面，你也每一条都有意见，那其实是我认为只是徒增修法的困扰了。那就只好交院长协商嘛。另外，若是修法三读通过了后，法案应该对当时开始施行。内政部商务处长吴东安讲，照管的所有新增加的纪念日也是节日，拢是伫公告了后，过年的1月初1生效。不过，国民党团认为讲，应该顾劳工休假的权益，伫法案三读通过了后，就应该随施行。不过，对这调野落尾嘛是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公布2024年初任人员薪资统计结果，即去年初出社会平均的薪水是领37000，其中大学毕业的是34000，研究所是50000，也若领基本工资的27470块，占不到20%。拍电脑整理资料，将要呼吁民代应该自主公布助理聘用资讯的倡议内容，写伫新闻稿，希望透过媒体和社会大众注意这个议题。安定是拄出社会的人，伊法律系毕业，伊希望透过伫公民团体服务的机会，实践互社会更加好的理念。法律系毕业不一定是只能走国考这一条路，然后也可以往就是可能 NGO 这一块去用倡议的方式去伸张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法律上我是觉得可以接受。根据劳动部公布的2024年拄出社会人的薪水调查显示，去年平均薪水是37000，其中大学毕业生是34000，研究所的是52000，领上加工资的拄出社会人大约占1%9%，是自2021年统计以来头一摆降到2%以下。一个原因就是研究所人数比例上升了研究所的平均薪资是5.2万元，大学是3.4万元，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一个拉抬的效果。受到这个缺工潮的影响，加上基本工资9连升都持续推动这个社会新鲜人的起薪的一个这个上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学历的这个光环还是有加分的一个作用。人资专家分析，在欠工的情形之下，高学历也是有关薪水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科技业、医疗保健上明显。也建议企业爱有培养接班人的概念，以合理的薪水培养训练拄出社会的人，为企业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股今仔日有加2万点收掉的，外界也想要知影讲，这金管会禁空令当时会当解除。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佫需要时间来观察。另外，也有立委指出讲，有过长港就卖掉股票才会大户，真侪拢是用这海外小岛当作注册地外商公司，也质疑讲这是台湾的资金加做外资的情形。美国总统川普就任满100天，日到签行政命令调降汽车关税。市场受到鼓舞，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是起300点，30大股市震动走势，收盘的时阵小可起，甲2万点补调啊，避险资金嘛对流入来，新台票持续强升，中国冲到31.94，中朝圣诞两角收伫32.017块。外界关心市场健康令当时解读，金管会主委裴金良强调2大关键。我们需要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来观察国际上的一些，特别是我们国际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的结果，以及相关其他经济参数的改变。各界关注市场的表现，不过有立委是质疑市场即马有资金洗散地的问题，因为根据调查，有冠上分店的过长港冲大户，出现大量以海外小岛做注册地的外商公司，意思是台资加做外资，登来台湾做长枪来插股。这我们现在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针对比如说未来他们申请的时候资讯的提供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来强化。22年俄乌战争只用了545亿啊，这个数字会说话，5000亿绰绰有余啊。市场的规模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哈，所以如果说能够加大这个市场稳定的机制，我们是支持。
川普的关税战是引起全球的经济惊吓，嘛有特别关心讲对2015年台股市达24条，一直到2024年超过70条，个人基金拢是维持5000亿。不过个人基金8摆护盘，投入金额上悬是伫2000年网络破坏的时阵，投入1227亿。立委建议金管会斟酌评估，敢要扩大个人基金的规模。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下捌伫咧学校遭受到霸凌的老师，今早去因开记者会，因讲因上届惊就是官官相护，拢唔敢申诉，要人申诉了后呢，搁再撤案。因也呼吁讲，这学校的场合也应该爱适用这案法。因为遭遇职场霸凌，让我差一点走上绝路。互校长霸凌险要行绝路，想要甲教育局申诉，所寻到进前同事的案例，去互官员互相暗号扫掉，敢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共款，所以选择吞忍。另外一位老师嘛共款受到工会中的霸凌，甲教育局申诉，所搁互人撤案。当时的副局长竟然泄露我是陈情人的身份，让我在校内更遭受到更严重的孤立。除了这个报告是非常荒腔走板，然后双方的陈述都没有任何的其他人证去做勾稽比对。目前教师的工会中霸凌防治是各县市家己定的，不过教师团体和工会认为，这个保障根本就无完整，若是要处理，就应该爱适用这案法。立委范文检视劳动部上行政院的修正草案，表示应该把霸凌的定义定好清楚，包括调查和处理的程序，各申诉的机制，拢应该爱搁较完整。那但是还有一个区块就是不法的侵害，所以不法侵害是指的是执行职务因他人的行为受到身体或精神的侵害这部分，我们期待委员能够加以琢磨跟定义跟进一步厘清。在教育现场吃案压案，球员兼裁判搓汤圆是日常，像左边的台南市、新北市都是重灾区，所以呼吁代理教师们可以选择的话，都不要去新北市或台南市。立委范文提出修法的版本，教师团体和工会拢真肯定，嘛强调法律就要完整，才会当提供劳工上基础的保护，唔通等到代志发生啊，就干那纯拍官司，这条路会当行。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家长向机关申请，讲这学校社会课老师教到这美丽岛事件时阵，竟然用受害者去互请求的内容来当作是补充教材，要求囡仔就爱背起来，而且要考试。机关认为讲这款的教学方式呢，唔是互囡仔认捌历史的正确方式，要求教育局就爱去了解。高雄市一位家长向议员申请，内容写到伊的囡仔今年国小5年啊，老师竟然将白色恐怖受害者互请求的方式当作教材，譬如用滚烫面、互拍甲吐过等等的暴力对待，要求囡仔爱背起来，过来考试，安尼教材敢有妥当？不少家长听到也拢无认同。因为那个也是属于暴力的一个部分，其实没有必要再把这些加害的事情再到下一代去。是整个刑求的行为有涉及到哪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必要太过于详细，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针对，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期间的确是有受到怎么样子的对待。市机关也甲这份社会课教材摕来议会质询，伊认为安尼内容对国小5年的囡仔来讲伤过暴力，这样详细请求方式，迈及违反儿童权利公约甲教育基本法，要求教育局爱合法调查了解。我相信局长你也能够认同，这个不应该出现在国小生的这个教材里面哦。那目前呢，课本也只有写说非人道的对待。基于这个历史事实的这个情况下，也要来考量学生的不管是年龄好，或者是认知好，或者是心智成熟的程度，来去做教材的这个选择跟编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会立即性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来去做了解。多数的家长希望教育局做好监督，在囡仔心智农业的发展完全的阶段，应该用适当的内容甲方式去看教。教育局表示，经过了解，这是老师个人的行为，后续因会密切注意老师的教学方式，落实教育中立甲专业要求，让学生安心学习的环境。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人讲细汉若无屈，大汉是屈袂屈，是啦。其实教囡仔方式是有百款。这4月30日是国际卖拍囡仔日，台南市举办活动，宣导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4大核心原则。市长黄伟哲嘛讲，希望这开呢是最后一个遭受虐待囡仔。要医生指出讲，这囡仔若准长期压力伤过大，就会产生过量的荷尔蒙，恐惊会影响到囡仔的发育。
3个囡仔参谈市长黄伟提做念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4大核心原则。4月30是国际卖拍囡仔日，市府嘛借出呼吁囡仔的权利爱社会做伙来守护。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难免会甲家长出现一寡冲突，有家长分享会用应对的方式陪伴做调整。黄伟提讲，囡仔爱伫咧充满疼惜甲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嘛希望社会莫去出现虐待囡仔案件。要引导小朋友的方面，就是说从他的想法之中，我们慢慢要把他引导回来，说我们正向方面的管教。对孩子还是要付出爱心。你看看凯凯案，想想其他的小孩，所以说我们希望，凯凯是最后一个受虐最后一个受到伤害的这个孩子。我们希望我们孩子永远能够生活在快快乐乐的。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则包括维护囡仔利益，卖互囡仔受到歧视，确保囡仔有参与甲表达意见的权利等。为着要促进学生的理解，教育局讲学校定期透过绘本、一般宣导，卖办亲子讲座，推广正向教育。有医生指出，若囡仔长期受到体罚，也是压力上大，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若过量会影响发育。小孩子受到一些包括像疼痛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压力的话，他自然就会倾向于一个不吃不睡，他像是要去战斗，他当然就会影响到他的营养的摄取，或者是睡眠的一个稳定，所以他的生长或者是学习自然会受到一些迟滞的一个状况。就引导孩子阅读这些书籍，让他也知道自己是有人权的，应该得到尊重跟人身的安全。新老病院小儿科主任表示，家长爱给囡仔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建议唔通用激烈的教育方式。面对情绪时，家长会当先疏开，让心情安定落来，再去参囡仔好好沟通。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乌克兰独立记者罗舍奇娜，自2023年伫咧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去互罗西亚的军队掠走。今年2月，这罗乌交换这树官兵的遗体时阵呢，却发现到一个无写名的查甫尸体，拍开一个看，想袂到就是一个查甫记者。经过验尸体后，认定讲伊在生之前呢，罗西亚军方有改刑、改闭口经，也或者接受击态情形来见光。罗西亚国攻击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造成一个69岁的富人人死亡，23个人受伤，其中包括4个囡仔。欧洲上大核电厂就伫扎波罗热。俄乌战争对2022年2月爆发了后，扎波罗热有2/3的领土拢予罗西亚占领。2023年的热天，迄当阵才27岁的乌克兰记者罗什奇娜，就伫咧核电厂附近予陆军逮捕，一直到今年2月，乌克兰伫咧和罗西亚交换750具士兵的遗体的时阵。才发现讲，写查甫人这无名尸的地仔内面底竟然是罗什奇娜的遗体。乌克兰检方初步鉴识，这罗什奇娜的尸体，规个已经淹死化，或者是长时间拢伫正打扫，也是无通风的环境内面，而且规身躯真侪所在拢骨折，头脏红剃了了，有正明显红电击含烧着伤的热，颔管含喙齿骨拢断去，一寡器官包括大脑、目睭仁含脑后拢红白走，推测在生的时阵，互陆军实施严刑。Бо всі, хто знають Віку,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вона б до останнього просто гризла землю, ховалася, я не знаю, нігтями в асфальт, але намагалася вижити. Тому дізнатися про те, як її вбили, зараз одне з найважливіших питань. Дякую. 另外，和罗什奇娜做伙互陆军关伫秘密家教的东潘讲，关因的环境是有够歹。罗什奇娜因为互6个政府部总的经纬看守，定定拢真惊吓，嘛因为我这物件抗议，体重降到剩30公斤。另外一个案例是本地伫乌克兰南部卡科夫卡的网络新闻主编亨科，伊伫一直互陆军恐吓，互陆军拘留3摆了后，即嘛是到甲离首都基辅30公里远的布查镇，但伊共款想办法要继续报道卡科夫卡目前。We had 2 journalists there. One fled abroad, the other stayed. But in November last year, we lost contact with him. We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to him. 这报告的内容是伫法国巴黎飞鹰二组织禁忌故事和美国、德国和法国媒体调查的结果，因是正拍拼地逼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政府的非法的拘留和系统性的酷刑制度。乌克兰政府讲，因估算已经有超过16000个平民变作亲像这种的受害者。到2024年9月的统计。嘛显示至少有15个独立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伫俄罗战争内面死亡。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4月30是越战结束的50周年，伫乌志明市有大型的纪念活动。不过，也有人伫咧烦恼讲，这美国总统川敢会暂停协助清理迄当时美军伫咧越战所使用的毒草剂咧。另外呢，当初有3000多个战争孤儿去奉送到外国本人市，即摆也有人登去找亲人啊。这阵身心拢有障碍的人来到县港的停济受害者援助中心，穿制服做运动，开始一天的活动。今年34岁吴成海是越南几落百岁停济受害者之一。一出世就严重的发展障碍，敢若是溜溜啊就真困难，讲话也袂清楚，敢若勉强知影伊讲啥。不过伊才有真侪朋友，真快乐。30是越战结束50周年，当局办纪念活動，不過到即嘛，一個幾多百萬人受到停劑毒害。Chính phủ Hoa Kỳ cũng như là các nhà sản xuất chất độc này phải có trách nhiệm để hỗ trợ lại đối với những nạn nhân.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了，實施幾多項美國優先政策，包括減少對華援助。在越戰期間，美軍甲落後毒草工人的停劑用在咧戰術運用，總共噴7200萬公升。停劑有正毒的大後生，若掉喺土的流喺地下水，再加上人體正歹代謝，互越南的百姓到即嘛又要承受到生死畸形或者是得到癌症的痛苦風險。美國北講要清理，不過即嘛大家擔心，川普敢袂甲伊停落來。今年51歲，在法國大學的杜莎，重新返到越南，希望找到家己親生老母。伊是美國在越戰後期執行大火空運英里行動3000多位囡仔內面的一位，迄當增加11個月，其他囡仔分別送去北美、澳洲甲澳洲。We is not a usual name in Vietnam. I just want to know if my biological mother is alive or dead. 杜莎講伊運氣真好，因為伊迄當陣抑個是幼嬰啊，袂記任何氣味、影像或者是聲音。也感謝當年冒險救人的飛行員一個軍人。空軍英里行動是美國政府迄當陣為了要救當地孤兒所發動的一項大規模疏運行動。不過第一批啟程的班機，所因為機身出狀況，歸來摔來，造成包括囡仔、政府工作人員在內138人不幸死亡。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咱台湾有7位下党派立法委員，這禮拜去到美國華府，離島去到國會山莊，針對川的關稅政策，立委和執政黨參議員見面，要來推動避免台美相訂扣稅法案，替台美談判鋪路。針對着這國防安全議題，參議員希伊是當面提出訪台計劃，表示想要來到台灣是這了解咱國軍的戰備能力。來看這公視國際記者彭祖哲佇咧華府的報道。立法院台北國會議員聯誼會7位成員，嚟到今日美國國會會見參眾兩院4位議員。共和黨新科參議員是以會中提出訪問台灣的規劃，伊是海豹部隊出身，更加關注台美國防交流。It's important we have stro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the military there. That's a hugely important trade corridor, the Straits of Taiwan. And obviously, it's a massive trading partner for u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ur semiconductors and computer chips. So it's important we maintain strong relations,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共和黨內對川普政府加講，定提出無共意見的參議員蘭克福特，也佇家己的辦公室招待咱國的立委。眾議院方面，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貝拉、加迪亞斯巴拉特，跨黨派聯手會見台灣立法院3黨立委，加駐美代表吳在雷。除了每回國會交流的必考題國防安全，這回我方代表也力推避免台美雙重課稅法案，希望參院議員能夠支持，讓台灣熬過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台美快速相同稅收減免法案已經在美國眾議過關，後一步等待參議表決，才會當送到總統川普手中簽署。咱國立委認為，這項法案涉及台美的對等關係談判，避免雙重課稅的問題。因為這個也涉及到我們接下來跟美方之間的談判，還有如果說希望有更多的這些到美國投資的這些項目或者廠商，應該溝通了一些，不管是避免雙重課稅，現在在參議院最後一里路，那以及台美之間軍購的議題，以及台美合作訓練的議題。立委訪問團後週3日，除了繼續國會交流，也會拜會行政部門，甲華府地區為國防及經貿甲美國交換意見。公視國際記者採訪報道。
有比利时媒体指出讲，2022年中国大使馆要求比利时的外交部要把台湾代表处的国旗提掉。另外，索马利亚政府自治公告，根据着一中原则，4月30开始使用台湾护照袂当出入这索马利亚联邦。咱的外交部表示，抗击以外，也呼吁民众为着安全，莫去索马利亚。2025国际评比上强护照排行，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公布，全亚军宝座拢是来自亚洲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日本、台湾是第33名，比去年提升2个名次。不过外交部突然公告，索马利亚民航局日历表示，因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关系，4月30开始，所有台湾的护照加相关旅行证件，拢袂当用伫出入加过境索马利亚联邦。那中共文攻武吓始终没有停止哈，不管是军机、军舰的军演，连这个我们的护照，在全世界其实都相当的好用，而中国还是持续的打压台湾。对于索马利亚政府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与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挂钩，图谋制造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假象，外交部也予以严正驳斥，并强烈谴责。为了确保咱国民众安全，外交部也呼吁，伫索马利亚政府还未撤销公告以前，先莫去索马利亚联邦甲索马利兰共和国。当各界批评中国打压咱国国际空间的同时，比利时法语媒体《晚信报》合作发表的系列报道中，讲到中国大使馆伫2022年要求比利时外交部设法移除挂伫台湾驻比利时代表处顶楼的国旗，将其会造成咱国国旗伫2023年初就去互剔除。大部分国家我们驻处的国旗也都是在室内啊，除非有很独立的馆舍。我们要在意的，更需要的是这个外交的这种具体国民待遇的打压啦。比利时因为它是欧盟会员嘛，这个欧盟成员，所以我们护照在那边适用申根签证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会有所改变。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应该袂具体影响咱国民众的态度，而且台湾人伫欧洲也真受欢迎。外交部表示，中国想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特势，将台湾议题扩改成内政问题。咱国除了明确反对北京一再透过法律战、心理战甲舆论战等行为，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以具体行动加以反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驻中国大使人事案，确定是由正交伫亚洲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帕多派驻中国。帕多表示讲，家己北韩川讨论过要安怎来协助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行为，也强调讲会确保北京当局了解美国对台侵略，也讲到两岸局势呢，就要用这和平方式来解决，袂当有任何误解。目前75岁帕多做参议员任内，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2018年的时阵，也捌访问台湾，和迄当时的总统蔡英文有见到面。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以67票赞成、29票反对，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驻中国大使人事案，确定由前交伫亚洲共和党籍参议员帕杜派驻中国。因若帕杜伫进前的人事听证会上，也对安怎合作中国侵犯台湾讲出答复。Senator,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t's one that I've had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Trump about.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sure they are very clear about what our commitment is. There cannot be a misunderstanding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to us. And what's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situation in a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帕杜讲会遵循川普提倡的美国优先政策，伫对中关系上采取坚定立场，并且以有利、超越党派甲战略性方式应对中国。其实现年75岁帕杜也经历环看政商界，捌做过零售商家、体育用品企业的高阶主管，有40年国际商业的经验，更加伫香港甲新加坡生活真侪年。2015年，以毋捌参政的新人当选参议员，任内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并且最拜联署支持台湾国际参与。2018年更加造访台湾，拜见当时的总统蔡英文。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environment that you're dealing with, we share some of the same problems. 我觉得他的第一首要之务还是传达美国的这个声音，表达美国的立场，代表美国的利益。那同时，可能是在目前的美中比较复杂状况之下，可能扮演某种程度的桥梁的。对着中共对台文攻武吓，国际朋友继续来赞声。这期参议院最近通过决议案，反对中方对联台第275号决议的错误解释。国际讲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另外有108位参众议员参加的波兰国会普台国会小组联合声明也指出，中国自5解释27500号决议内容，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甲台海和平稳定，并且呼吁波兰公司部门甲台湾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性行为了后的避孕药，敢会对这医生的处方药改做是指示药呢？教授顶礼拜有邀请专家讨论了后，会参考日本的经验，采用这医药区域合作模式。女性去到药局买药啊，爱伫咧药书面头前食落去，3礼拜内爱到合作的诊所就医。目前还阁伫咧收集各界意见，也无确定的时间。有的女性伫性行为了后，因为无想要有囡仔，或者事后避孕药作为紧急避孕措施。目前伫国内依然是属于医师开的药单，也毋过有立委甲妇女团体倡议，主张女性先叫自主权，爱改做指示药。小苏顶礼拜邀请专家开会讨论了后，会参考日本试办模式开放药局都会当买。分享日本的经验之后，我们收集国内各界的意见，然后希望以这个日本的经验为一个基础。也毋过，台湾妇产科医学会认为，事后避孕药是高剂量的单次使用药品，袂当当作常态用药。上有效的方式也是上贵避孕药甲保险套。误以为它很安全，然后每个月用好几次，那到时候意外怀孕一堆，子宫外孕一堆，性病传染一堆，这样的方便是我们要的吗？食药署表示，日本试办计划是2023年11月到2026年3月期间，对象是16岁以上的女性，总计有340间药局参与，每2至3间药局搭配1间妇产科诊所，形成医药区域合作联名。女性到药局买事后避孕药，爱伫药师的面前吞落去，3礼拜了后，爱到合作诊所回诊就医。当她吃了这个事后避孕药之后，在2到3个礼拜一定要回妇产科回诊。我们会宣导，可是问题这个民众会不会去？没有办法控制说买的次数，比如说1个月吃个10次，这样可能也不是太正常。食药署强调，即马当咧收集各界意见，希望以日本经验做基础，规划符合台湾国情的人体研究计划。也毋过因为相关计划也爱审查流程，目前无有定时程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清明过后，台湾的这鸡卵产量大出。根据着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每天生产是126000箱，差不多是一天加120万粒卵出来。不过买的人并无遐济，这让卵商压力变啊真大。台北市卵商工会决定要落价，这产地价格还佫挂价，逐斤拢要落3块。民众挂一袋鸡卵，准备要介绍清明过后，鸡卵产量增加，但是买气煞无好，库存卖袂出去，这互卵商的压力真大。台北卵商工会决定要落价，每袋斤降3块。唔知呢，大家嘛咧食，规个俗拢嘛是爱食啊。第一，它的产量又比较多，第二就是阮家己本身这生意嘛无遐尼好，所以起码目前的鸡蛋就是有比较供过于求一点，所以说才会去跌价。台北卵商工会表示，鸡卵产地价销对每袋斤29块半，降到26块半。拜四开始挂价也会降，对每袋斤39块降到36块。虽然大盘有咧降，不过民众也是讲无感受到，因为现在去早顿店面搭一粒卵大部分也是卖15块。那我就不会点卤蛋了，太贵了。还有时候有些还会卖到20块。15左右吧，15左右吧。咱当然爱呼吁咱的这一些关心这小吃摊会使甲咱的价销会使往下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拢总有3597万只的卵鸡，逐日生产12万6000箱的鸡卵，比咱逐日的需求加出来6000箱，差不多一天是加出来120万粒卵。农业部也呼吁鸡场赶紧减产，若是品质较无好的老鸡母，得当紧调，才为鸡卵收济卖无路。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新北市的民众爱注意哦，去到公有市场买菜就爱注意，因为对于5月初一开始呢，这店家会主动提供塑胶袋给民众。一寡民众是一个唔知影，也讲虽然有淡薄仔无方便，唔过愿意来配合。也若环保局也伫咧现场设二手袋仔回收箱，或者无炸袋仔的民众会当摕去用。市场内看板拢打未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大纸，新北的民众对5月开始买菜爱注意啊！新北市40米内公有的市场，5月初一拢转型做不熟市场，未来店家未主动提供塑胶袋，实际来到10指的秀峰公有市场，民众表示有唔知这个新措施，希望摊家宣传会愿意配合，嘛有人感觉拄开始会较无方便。无主动互你买物件人，互
你落啊，你感觉安尼够？没要紧啊，再购物袋就好了啊。应该刚开始会不方便啦。你如果说有规定了，然后有宣导了，有没有？就应该还好啦。新北市环保局表示，因自2019年开始推动不塑市场，原本有6个市场加入，即届扩大到41个公有的市场，希望帮助民众渐渐养成减用塑胶落架的习惯，也伫各市场提供二手地下回收箱，互袂记制造地下的民众一个方便。所以说，我们是在每一个我们的公有市场里面，我们都有放rebag 箱。rebag 箱是一个二手袋的交换平台，它可以把自己干净，然后没有破损的购物袋、纸袋或者是塑胶袋，都提供到这个 rebag 平台这边来。有一寡人客因嘛是讲啊，恁遮有这哦，我甲因摕，我连我嘛摕来害恁，就是我感觉这有一个想法，慢慢互大家变成一个习惯。我若袂记摕来，阮才有得摕安尼。秀峰市场的店家表示，因进前就有放二手地下的回收箱，是减少塑胶落架真好的配套。另外，新北市环保局表示，42个市场同齐执行，预计一档通减少使用30万的塑胶落架。5月初执行了后，会看状况随时调整配套，来渐渐扩大到民营的市场，也对咧实行，希望互环保真正对生活做起。记者张家佳、小桂玲新北报道。来看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这基砖1线7公里的所在，山架是规个放弃，深度大约是有10层楼深，而且这路基也拢老去啊。园区为着游客安全，下晡5点进前已经甲山顶682名游客疏开。园区先来休困，按算5月初6才会再开放。对这画面呢，咱当看到讲这车路已经搭一空，有封一边的车道，这游览车是对另外一边甲这游客载落山。林业署宜兰分署就表示讲，这搭放弃对去年空雷风台迄个时阵就发生，迄当时有做初步处理，毋过今仔日咧，这巡查人员经过时阵，听到放来的声，才发现讲这路基已经空去，要随来通报。也因为明仔载开始，将有可能会落雨，5月初一开始，太平山园区先休困，按算5月初6才会重新开放。来看花莲秀林乡的富社村，最近部落附近的山壁规个放弃，村民也烦恼讲，这灾害会愈来愈严重，赶紧开部落会议，也呼吁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评估风险。这是日花莲秀林乡富社村的居民用手机翕的画面，10年后壁的山壁都连崩落，真大声音加上土石土粉，虽然无隔着厝，也毋过离部落只有300公尺，大家拢真烦恼未来会发生灾害。不管是地震也好，强降雨、土石流也好，对石林的部落的族人还是非常的惶恐，因为它占了大部分的面积，绝对是未来灾害的一个破口。工作人员特别前往视察，发现山壁主要路石范围是伫海拔340公尺至500公尺之间，必须配合估计大约有600万吨土石，潜在风险真高。我们要设置这个重力式的挡土墙，挡土墙的长度大约250米。那我们召开了6次的土地说明的协调会，那目前仍然还有3笔土地没有取得同意。根据公所资料，灾害位置除了阿年的矿业用地之外，也有27笔私有土地。伫控诉03地动了后，阿年虽然已经以水土保持法向县府申请紧急防灾计划，因为无得到少数地主同意，工程无法度进行。有些地主虽然他不愿意提供，但是我们经过修正我们的计划，然后尽量就是通过公有土地。面对救灾工程一直无法度进行，在地组织也召开部落会议，呼吁中央甲地方相关部门重视居民处境，敢是会当以防灾法强制地主同意，才会当尽速启动整治作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麻豆昨暗8点外，有一间真家厝着火烧，这厝内面4个人拢走出来，消防人员用10分钟就把火拍花。初步了解，有可能是高中生伫咧厝内面做实验才引起火灾，不过家长驳回讲唔是安尼。离到暗时8点外，麻豆一间徛家楼尾顶有火烧出来，消防队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来拍火，加在火10分钟就拍熄啦。厝内第4个人顺利走出来，无人受伤。也过消防队勘查了后，伫楼尾顶发现硝酸硫酸，也有7条增加油这油化学物品，敢若是厝内底学生做实验所引起的。我初步了解应该是某高中生学生在这个顶楼这边做焦糖火箭的实验所引燃的不排除啦
那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因为我们现场灾后去看，也有一些硫酸啊、丙酮这些易燃物所以这个住宅家中还是不要去做这些实验。如果要实验的话，应该是在学校合格的一个实验室。来到现场看卖，徛过楼尾顶也互高烟下个乌气，也不过因为无财务损失，无人受伤，后续无需要火灾调查。家长是讲，火灾当时已经无人伫楼尾顶，不是事件造成的。但是他昨天是6点多，他就已经结束，东西都放好了。对。但是昨天是8点多，快9点才发生。所以当下那边是没有人。是没有人的。对啊，当然我们就是说不会再让，就是跟他说这种东西可能要放在学校。根据了解，烧炭火前燃料主要是滚油水加碳水化合物，不过因为烧点低，若小可无细致就烧起来，有一定的危险性。家长讲会要求囡仔莫伫厝内底做实验。消防队是呼吁讲，厝内底莫放这个危险的原料，也有做实验，同时安装助警器，才获得保障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绿岛海底有一个真出名的豆丁海贝油桐，就呛水民众反映讲买无光批通价，这油桐看起来也拢无伫咧维护。乡公所表示讲，今年光批设计和维护标案拢无人来标，正是搁爱重新招标啊。疫情伫4月，绿岛的水效活动已经开始，真侪畅水游客围伫豆丁海贝油塘来架批，真闹热。不过即马有畅水人到豆丁海贝油塘所看到白色豆丁油塘发满海中的生物，看起来亲像无洗身躯。即马甚至传出游客买无明信片架批，可能影响特别热爱绿岛观光。你要靠近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附着物，那你就要小心被割伤这样子。他有的是国外的游客，那他收不到信会很伤心，这样就失去它的功能。绿岛豆丁海贝油塘伫2018年启用，每年乡公所拢用通报案来招标，请人清洗佮设计明信片。不过乡公所表示，今年无厂商来投标，顶礼拜乡公所已经重新混案招标，就是把它从海底拉上来躲避这个台风的次数太多了，有发包好几标都没有人来标，所以我赶快指示科长，就是把它拆开来，把维修部分跟民营的部分拆开来，这样。绿岛豆丁海贝油塘是目前全世界上深伫水下11.5公尺的海底油塘。伫观光大季时期，一礼拜差不多寄出上百张的明信片，也带动周边的旅游商机。公所希望用伫后座真正有人来投标，互油塘引行这观光客。公司新闻台东报道。 2015年双北世壮运是国际级的比赛，会有超过130个国家，上无有25000位国内外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到时阵，唔但有精彩运动比赛，这双北真侪基本场馆拢已经伫咧准备咯。要透过音乐会、农场体验、文书导览、DIY 等等，拢总集的主题68场文化活动来迎接国内外游客。 对杀球的动作，延伸到中埔西炒菜；对牛皮延伸到地滚岛。2025年的双北世壮运宣传结合丰富的台湾文化元素。世壮运是国际级的比赛，会有超过130个国家，上无25000位国内外选手参与。主办城市之一的台北市府表示，希望世壮运会当像去年巴黎文化奥运同款，透过运动和文化来行销城市。双北做伙合作推出真侪文化性的活动。这10个主题包括了产业特色、在地信仰、艺术展演啊，阮就是希望讲来参加世壮运的朋友会当伫运动以外感受到台北市新北市的特色。双北举办的文化活动拢总有68场，要互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深度体验双北也更有台湾文化。也若讲到台湾近代的体育史，其实是对日本统治台湾开始建立基础的。有博物馆响应世壮运，甲有100年校史的淡江高中来推出100年老牌运动会导览活动，要带游客来看有100年历史的体育馆，也有全台湾第一个橄榄球场。博物馆嘛有推出特典，要互民众了解日本时代官员下班以后的运动项目，也有英国小学生的体操课。 下班了后有足侪活动啊，像有的是运动活动，例如游泳啊、浪球啊、tennis啊遮啊，因为遮个活动呢，甲即摆的世壮运其实嘛拢有咧配合。橄榄球队伫咧淡江中学伫遮
同款吼，伫1923年，迄嘛呢，嘛是咱后壁这栋咱的体育馆成立的时阵，前总统李登辉总统嘛是伫遮练习咱的剑道哦。为着要迎接头一届台湾主办的2025年世宗运，双北济艺文场馆拢已经刷卡练手，要透过音乐会、农场体验，一个文书导览等等来迎接国内外游客。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新北报道。中华关边和国小合唱团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到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这学校特别邀请捌去过外国比赛台村国小、加新竹的桃山国小来做交流，因为安排台语歌原住民歌调，希望透过歌曲唱予民众来听，认捌到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也让这个囡仔人呢有机会用母语唱歌予世界听。中华大川国校合唱团的学生唱的这首《大庄囡仔爱唱歌》，是合唱团的自创歌曲，用台语小解故乡的特色。2023年，佮捌去波兰表演过。咱即届唱的《大庄囡仔》是要甲咱这20年的故事，咱的迄辛苦，互大家听安尼。台语歌唱起来有台湾土地的故事，佮有台湾故事的感情。我希望囡仔呢，因为咱透过咱家己的母语来熟悉咱家己这块土地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特产、所有一切的风景甲特色。我嘛希望讲，咱用咱家己的语言唱予全世界听。中华市滨河国校举办合唱团交流活动，除了邀请中华的大川国小，佮有新竹县的桃山国小，两间国校的合唱团拢有去国外比赛的经验。这边活动有安排台语歌，佮有排湾加阿达亚的歌调，希望透过交流，互囡仔认捌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教了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文化，还有原住民的文化，然后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台湾的原住民，然后唱起歌来就能够更融入在这个文化的意境里面。3所学校呢，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族群文化。孩子来到这里，我相信会更拓宽他们文化教育上面不同的一个观点，然后能够学会更尊重、更欣赏我们台湾岛上所有的一个多元的文化。这样。滨河国小表示，因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举办交流活动，就是要分享比赛经验，互爱唱歌的囡仔拢有机会徛伫世界舞台，用家己的母语唱歌互大家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1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